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那个第一个课盘就是分散吧，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讲这个缘起法是佛教的这个进化啊，就是讲这个道理。而是具有智慧者，如何依然不通晓，相依相存，缘起道，本是逆教至今要。如果我们知道是一切这个痛苦的根源呢，就是无明，见到了缘起以后要断除这样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懂得了这么非常关键的这么就是大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具有智慧的人呢愚昧无知的人呢，就是他就跟每天都是这个人云亦云，就是都这个没有漫无目的的，就是跟着就是今天跟着这个跑，明天跟着那个跑，就是他没有什么定准的。但是真正有这个拙见的，真正有远见的，有智慧的这样的这个人的话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怎么还不会通晓这个相依相存的这种这个缘起道啊，是我等大师这个本萨释迦牟尼佛你的教法当中的这个最紧要、最这个精华。因为呢，我们这个众生呢，就是需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这个解脱啊。获得解脱的话呢，其实八万四千法门的全部的这个归纳和中心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缘起法门。这个缘起法门呢，你怎么还不知道是它的这个重要性呢？就佛陀的所有的这些法门当中呢，就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呢，就是缘起法。为什么是佛陀的就是亲自受记的就是甚至这个龙猛菩萨呢，用他的最高的智慧来就是宣说了这个中观根本慧论，而以缘起理的方式来就是抉择一切万法呢，在这个生意当中呢，就是原理这个一切细论的道理就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呢？佛陀这个涅槃以后的话呢，就是佛陀的这个大弟子当中呢，就是龙猛菩萨是应该说是称为是第二大佛陀。那第二大佛陀为众生呢，真正是带来就是暂时究竟利益的什么呢？就是中观根本慧论。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就是知道这个缘起法呢，就是佛教的这个进化。有智慧的人肯定就是知道的，自己也想我作为一个佛教徒呢，所有的该知道的东西当中呢，就是这个缘起空性是最重要，就一定要就是学到这个法门的。这个法门呢，如果我通达的话，我自己所通达的可以给别人讲，这样的话呢，自他都是在轮回的苦海当中可以获得这个解脱就获得解脱。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不管是小乘大乘都承认这个缘起法是佛教的这个经义。大智度论里面这个舍利子和目犍连呢，以前这个还没有进入这个佛教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次舍利子呢他出去在路上呢，就是看见一个人呢，他的威仪是非常的这个激进当时好像有些其他的毗赖耶经里面讲的是那个麻胜比丘吧，但大智度论里面不明显。然后呢，他看见以后呢，就是他说你这样的这个行为是非常如法，你的老师是谁啊？你所这个学的知识是什么？他说我的老师呢，就是叫这个释迦牟尼佛，我所学的知识呢，非常好，非常多，就是所以呢，我现在不可能一一的告诉你。然后这个舍利子呢，就是说你不能如果一一的告诉的话，你可不可以大概的，就是稍微给我讲一讲，可不可以啊？然后那个就是当时这位这个比丘就是他说是这个诸法因缘生，十法说因缘。就诸法因缘生，十法说因缘，十法因缘尽，大师如是说，就是就有些那个大智度论里面好像这样说的，还有其他的有些经里面呢，就是说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个如是因缘法，十大沙门说。后面就是这个寄送就是讲了之后呢，那个舍利子就是当下都已经那个就觉得这个法就相当这个殊胜的，然后呢就马上就是获得了这个圣果就获得了这个出国，然后把这个寄送的话呢，后来给目犍连就是讲了1年以后的话呢，目犍连也是就获得了这个好像这个出国吧，然后他们两个呢，就是带着250个自己的眷属呢，就是前往这个佛陀，就是开始皈依佛陀。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一个寄送
一个寄送就是如果动到的话，那就是整个一生的这个解决事情呢，就是全部都解决完了，甚至呢就是来至生生世世再也不用这个扭转这个轮回。因此我们这个佛教呢就是经常讲那个窍诀啊，就是窍诀。窍诀的话呢，现在有人说是非要是一个什么大圆满啊，或者是大殊因里面，但是你如果这个不切记啊，就是你的这个根基就是还没有适应，尤其是我们这个学密宗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加行一定要完成，不然的话加行没有完成呢，很多可能再生的窍诀，我是确实是比较这个担心啊，就是担心。但如果你真的要想得到窍诀的话呢，就把这个因缘法就是寄送的这个因缘法呢，你再三的去思维。就再三去思维的话呢，那么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呢，真的是动到了万法都是这个因缘的一种这个加合。就在世俗当中呢，就是如梦如幻的，只有承认这一点；而在生意当中呢，就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就是不长不短，就这么一个这个境界。这种境界呢，就是我们用语言来说没办法这个说，用思维来就是想呢没办法想。但是确实万法的本性呢，也是这个如此而已。就是你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会动到这样的。其实这种境界的话呢，也是三世诸佛的密也，也是这个大圆满大殊因的这个究竟这个本意。这样的这个因缘呢，我们很多这个途径来，就是每个人都是可以这个领悟就每个人都可以领悟。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有智慧的人呢，就是谁不知道，就是这样的这个因缘法门呢，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教法当中是最殊胜、最这个究竟的一个这个醍醐甘露应该呢就是我们向导就是这种这个法呢，就是最这个怎么说就是让我们获得就是真实的这个利益。好像佛地经论吧，就是佛地经论里面呢，就是说若见这个缘起即见法性，若见法性即见诸佛，就是有这么一个偈颂就是若见缘起呢，就是就已经见到这个法性，若见了这个法性呢，就是已经见到这个诸佛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见到这个佛陀呢，人们都认为是这个心想的佛陀呢，就是相好这个庄严的一个佛陀就这是这个心想的佛陀。但真正的这个佛陀呢，就是这个缘起法。缘起法呢，就是其实是法性，这种法性呢，就是见到这个诸佛。所以我们在密法和显宗的有些窍诀里面呢，我心里面正在观想阿弥陀佛的时候呢，其实是我呢，就是已经变成了阿弥陀佛，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华智仁波切赞叹那个七宝藏的那个文章当中的就说了，任何一个人呢，如果就是正在这个思维这个七宝藏的含义的，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你本来的这个护主的这种境界呢，是无二无别的，绝对是无二无别的。也就是说，不像你正在这个观想这个法界宝藏呢，或者十相宝藏呢的究竟深深意义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心跟这个普贤王如来呢，就是没有两样的，就是你就变成了这个普贤王如来。那同样的，我现在呢就是观想观想那个这个观想什么观想那个莲花生大师的话呢，那么我心里面就是观想当时这个我的心跟这个怎么说就是莲花生大师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除此以外呢，就是你也找不到是真实的一个莲花生大师。为什么呢？因为显现上的话呢，就是我的心呢，就是正在观想莲花生大师的形象，已经变成了这样的，这是世俗的莲花生大师。然而神意当中的话呢，就是他的本性跟我的本性呢，就是远离一切戏论的这样的一种现空无别的境界。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再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法性了，没有。这叫做是这个缘起性所谓的这个缘的话呢，缘已经这个积聚以后呢，就是它可以显现就是空性，也显现就是现现。当这个显现的话呢，我们众生面前就是看到的这个叫做是缘起现现。然而甚至呢，就是所看到的这种法界的本来面目呢，就是叫这个缘起空性。所以为什么佛陀呢，就是说是一切都是缘起就是缘起。所以呢，我们这个有时候就是对这个缘起的认识缘起的道理呢，就是深深的这个认识的话呢，就是那真是这个非常这个深妙的但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经常有时候我们也经常用缘起就是前一段时间我遇到一个印度的这个歌戏，就是他说有一个
印度的这个人呢，就是当时呢，就是好像有一家里就是死了一个人，然后有一个他的朋友呢，就是准备去看他，看他的时候呢，他就拿一些那个钱呢，就是准备给他，但给他的时候，他这个人呢，就是不太会说，然后不太会说呢，就是把这个钱就是给他，然后呢，他说是这个。就这一点钱呢，就是我这次因为你们家里人死了，所以我表示一个冤气。结果那个人就是特别生气，因为他如果表示一个冤气的话，那就是还要死一个人。